今日講解下護髮素同髮膜有什麼區別？乜嘢髮質用乜嘢？如果你把頭髮係有健康髮質，冇電染過嘅，我建議你用護髮素已經係足夠。但係你記住啊，護髮素必須要洗完頭先用噶，唔係就咁用護髮素唔使洗頭噶。咁好啦，洗頭洗完2次鹼落護髮素，記住話護髮素只係搽你嘅頭髮中至尾。如果好似我咁頭髮，你就唔好搽到髮根。OK， 健康頭髮我建議你係用護髮素已經足夠。但係今時今日都市人好多都會電過、染過或者 highlight 啊、負離子嘅嘢。咁嗰啲人我建議你哋係用髮膜。好啦，髮膜同護髮素有咩區別？護髮素只係表面，髮膜係入到你嘅頭髮嘅角質層，係入到你嘅髮心入邊。咁好啦，髮膜有好多種，咁你要知道自己嘅髮質係點啊？逢親電染過都係比較會乾嘅 ，OK。但係你知喎，每個髮質會唔同，有啲髮質比較粗硬嘅，有啲髮質比較幼嘅 ，OK。咁所以你要識得選擇用乜嘢髮膜。如果你係粗硬嘅，盡可能用一啲高水分嘅髮膜擺落你嘅中至尾度，咁你嘅頭髮就會自然會光亮滑 ，OK。咁而家把頭髮比較幼嘅，我建議你用你嘅髮膜係用一啲令到把頭髮會大隻嘅 ，OK， 等把頭髮會豐盈嘅，等你嘅髮心裏面咧係吸收得更加好，因為佢髮膜係令到你滋潤嘅。今時今日嘅都市人個個都比較忙，唔係咁多人去髮型屋去做頭髮護理。我建議你哋而家其實你哋喺屋企你電染過嘅，將你洗完頭再用髮膜當你嘅護髮素搽中至尾，可以嘅。你 stay 到有少少長少少嘅時間，咁你把頭髮就會越嚟越好，因為你日日都去修護，把頭髮只會越嚟越靚。OK， 今日我分享到呢度。如果你有頭髮上所有嘅問題，隨時可以留言俾我，我會幫你解答。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